喺廣東佛山嘅西樵山景區有一間開喺山窿裡面嘅咖啡店，呢一度以碎石鋪地，自然採光，幾條木樁搭起圓形吧台，四周圍擺放住簡易嘅台凳，溶洞嘅寒涼屬性成為咗大自然嘅頂配空調。算係一個比較引流嘅一個元素啦，但係我覺得即係開喺唔同嘅地方，你譬如話去呢個岩洞咁，你都可以體驗下一個爬山嘅樂趣咯。因為佢岩洞呢個結構本身就係比較涼爽啲。想要飲到呢一杯與眾不同嘅咖啡，市民遊客仲要多啲腳骨力，因為如果由西樵山嘅南門東區徒步，就要行1.3公里嘅登山步道。行完呢一條風景優美嘅步道，手裏邊嘅咖啡或者仲更加香添。支持下西樵整體嘅個西樵山個氛圍。平時我都有上嚟散步嘅，但係行呢邊好少。中意會覺得值得，幾好啊！環境周圍都幾好。我哋聽到最多嘅一件事就係，原來係我哋好耐都未試過邁開我哋嘅雙腳去行一啲咁嘅徒步啊，行過各地嘅唔同嘅地方，都係會有呢啲配套嘅一啲咁嘅連接性啊，係會帶動翻成個一啲享受嘅體驗嘅。